講到補血，大家第一時間會諗到當歸，但係當歸係咪人人都啱呢？男人食唔食得？癌症患者服用安唔安全？今日一次過講清楚。當歸真正嘅用途包括補血、活血同埋潤燥，佢最適合嘅症狀包括血虛、面色蒼白、手腳冰冷、經後調理、血虛型嘅經痛同埋便秘。重點係血虛必須伴有血行不順暢先係最適合嘅。當歸嘅迷思有幾多種呢？一、經期中間飲當歸是否可以補得快啲？錯，當歸係活血嘅，如果經期中間飲用係會增加經血。二、當歸係咪等於補氣呢？其實唔係嘅，補氣嘅成分只係包括北芪同埋人參，當歸只係補血。第三，是否人人都可以長時間服用當歸呢？如果本身體質偏燥，經常口苦口乾，容易生暗瘡，亂咁補反而令到本身個火氣加重。第四，男人可唔可以飲用當歸呢？可以嘅，當歸唔係女性專用嘅，男人如果有血虛同埋長時間捱夜、便秘都可以服用，但係體質偏燥熱或者肝火旺盛就未必適合啦。第五，癌症患者可唔可以服用當歸？要特別小心，當歸係可以活血，可能影響凝血功能。另外，當歸可能含有類雌激素嘅成分，同荷爾蒙相關嘅癌症患者要非常慎用。當歸喺化療期間最好就唔好獨自服用，最好遵守專業人士嘅建議。當歸唔係補品，而係藥材，唔係講好唔好，而係講啱唔啱。服用當歸嘅時候要辨證論治。唔係立亂補血就得。如果你鍾意呢啲內容，可以 follow我，下一次我哋講多啲其他嘅健康知識。